你只需要记住2点准则：第一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；大侠。第二，进到照片之后，一切听从我的指挥，尽量不要改变任何进程，重要节点更是一点都不能出错，不然怎么样啊？世界毁灭。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你救不了他们，他们早就死了。你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一个小片段而已。我们做这些任务有意义吗？在你眼里，只有救人有意义。如果有人站在未来回溯过去，那么生命的价值就可以被量化。值得救就应该救，不值得救就宣判他死刑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，一旦打开，再收不回来。让你们那些规则都去死吧！我们拥有回到过去的能力，就拥有改变过去的权利。我怕有什么？我从10年后回来的。只要不走那条路，别说了，就不会有渣男。啊！该死的人不是他，是我。凭什么他们的卑鄙要让一个好人付出代价？凭什么？你们说，这个世界真的会因为时光代理人的存在而变得更好吗？